查熟、祷告熟。在医院里面，不会只是看诊，或者是身体健康检查。在我们的圣经当中，来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检查，恐怕你们里头的光或者黑暗的。今天我们的镜头就是来到了这医院，在这里很多的人正在处在不舒服，或者是很多的惊慌中，但却是要透过专业的医师来检查。那检查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因为这样才能对症下药。因为牧师最近就是确诊之后荨麻疹很厉害，只要荨麻疹一起来，血压就会高达130、130、140、150、160，甚至到180。所以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我们呢，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这个人的灵性，我们有来检查看看吗？那怎么检查呢？当然就是到上帝面前，透过祷告，我们恳求主光照我们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事。第一个感恩的是，我们透过祷告神光照我们有哪里是有神的恩典来感谢。第二个是我们来代祷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生命里有没有那些被神光照需要改过来的。我们的家庭呢，是不是也需要在彼此的关系中来健康检查呢？我们有曾经过什么事件和发现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什么医治吗？去看就一个去。